今日呢，我嚟為大家推介一套戲，叫做《陽光女子合唱團》。呢套戲琴日我睇完之後呢，就爆喊啦，因為呢一套戲喺 Netflix 度上演。咁我身邊有一個好好嘅朋友，佢就話呢一套戲好感動。我心諗，連一個平時咁冷靜嘅人，佢居然話呢一套戲好好睇，居然叫我預備定3-4張紙巾。咁我相信呢一套戲都唔會差，因為以佢平時咁理性嘅人嚟講，其實真係好少會因為電影而爆喊。咁琴日我睇完呢套戲之後，我都爆喊咗2個鐘。唔單止係因為劇情方面係好感動，亦都係因為首歌同埋劇情其實配合得好好。大家有冇諗到話你自己嘅人生其實有冇啲咩遺憾，又或者係一啲錯過？就好似呢套戲入邊個女主角，其實係因為錯手殺死咗自己嘅丈夫，喺獄中生咗自己個女之後，因為唔想拖累個女，同埋唔想耽誤個女嘅病情，之後就送咗佢孤兒院。後尾個女因為由一個好人家去收養，所以就自己要放棄撫養權。到咗2年之後，個阿媽見到話見到個女其實而家都生活得好開心，就唔想再打擾佢。其實大家有冇呢一方面嘅遺憾？但係我覺得無論係你遇到啲咩遺憾都好，事情已經過咗，就唔好再諗返轉頭。有時候人生就係咁樣，要我哋面對太多嘅嘢，我哋冇辦法可能同一下子面對咁多個唔同嘅問題，例如可能有家庭、有感情、朋友、工作，或者係其他方面都好，但係我相信都總會有方法解決，只不過係可能你自己作為當事人都要時間去休息。咁我又覺得俾自己一個期限去休息，其實都係好重要嘅，因為如果你冇個咁嘅時間去自己休息嘅話，其實只會容易做錯更多嘅決定。我相信做每一個大嘅決定之前，你都可以允許自己去休息幾日，或者係你真係抽唔到咁多時間嘅時候，夜晚可能放咗工或者放咗學之後，休息半個鐘或者1個鐘，呢啲短短嘅時間其實都可以俾你自己整理下自己嘅思緒，又或者將當日遇到嘅唔開心嘅事就通通忘記。人生好漫長，唯有自己開開心心，令到自己釋懷某一啲嘅遺憾，你先至會過得好。如果大家鍾意睇呢類型催淚嘅戲，可以推介大家睇。好啦，又係時候講拜拜。